咦，麥玲玲嚟中山喎，肯定有好嘢益大家啦！想嚟中山揀靚樓咧，搶盡灣區嘅紅利，我哋有券銷售㗎。12月27號咧，我哋邀請到香港知名嘅生活文化學者麥玲玲親臨我哋深中通道旁邊嘅中興智慧城，同大家見面啊！當日我哋仲會見證殿堂級嘅珍品首次發佈添啊！想搶頭啖湯嘅朋友咧，要記住呢個時間啦！就嚟過年咯喎！想馬年呢有個好開始，想住得舒適又住得開心嘅話呢，大家唔好錯過啦！事事順利有咩小技巧呢？今次麥玲玲呢會教大家點樣去睇環境啦、睇格局啦，先至住得順心。仲有12生肖喺馬年嘅生活小貼士，咁教大家呢新一年做好準備，住得舒適，日子越嚟越順啦！想親耳聽麥玲玲分享喺中山揀個有信心又啱心水嘅靚房。12月27號，中山中興智慧城，麥玲玲同你不見不散。我係中山中興智慧城二希府嘅發展商，香港區嘅負責人 Gary。而家揾我嘅同事呢，仲可以攞到港人專屬嘅福利添。